再来看这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当时来签署退出渥太华公约的启动停书，因为这俄乌战争拍到今年，罗西亚拢有用地雷来攻击乌克兰，却因为这份公约，所以受到武器使用的限制。今嘛泽伦斯基决定要来退出这份公约，让两边的战斗力会当愈来愈平等。乌克兰是渥太华公约的缔约国，不过罗西亚唔是，所以乌克兰袂当摕到制造、储存或者是运用会讲台式的地雷，不过罗西亚会使。罗西亚乌克兰战争全面爆发了后，两国拢去互人权观察、甲国际反地雷运动等等的组织大力批评。不过乌克兰因为渥太华公约是去互骂了更加厉害，罗西亚使用地雷虽然是无受限制，总统泽伦斯基29签署法令，让乌克兰启动退出渥太华公约的停书。Росія ніколи не була учасницею цієї конвенції і надзвичайно цинічно використовує протипіхотні міни. Причому не тільки зараз, у війні проти України. 不过，这项决定要需要经过乌克兰国会批准，而且通知联合国才会当生效。乌克兰外交部在声明当中表示，面对罗西亚的入侵，乌克兰高不离中，无条件都要甲百姓的安全、甲国家的防卫，加做优先考虑的事项。不过，根据公约的规定，退出的时程差不多6个月。到时若要伫武装的冲突当中，这个退出的行动，伫武装冲突结束进前是袂当生效的。泽伦斯基讲，乌克兰对退出的停书有偌复杂是真了解，希望透过这个政治性的动作，向所有的合作同伴传达应该关注的重点。伫罗西亚乌克兰冲突3年外了后，基辅的盟友波兰、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甲爱沙尼亚这个罗西亚附近的国家，进前都捌做出类似的决定。今年3月，人权组织才谴责这个国家退出渥太华公约的意图。这种地雷若无细致去打着，毋是挖去方式，一般嘛会断骹断手，对百姓造成长期的风险。渥太华公约有160多个国家签署，不过美国甲罗西亚并无签署。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